的诗歌，确实咱真熟，也毋过爱安静落来的诗歌，信息613首。好，咱做伙来经第一集就好。到时听讲道的时阵，想一下，为什么有机会选到这首诗歌吼？PPT 麻烦谢谢。有人伫的无？613首。有人伫的哦，来了，好，预备，来。不是人的归，你的情结不比，就我自己的道理，不是人的调，多信息已经几礼拜啊？这礼拜是第3遍吼。咱看上帝是怎样引出来的，所以会用这首信息来回应。要毋过等下礼拜开始的时阵，咱会用什么款的心情来讹落上帝？欢喜热情，只是请咱安静心，准备财务再去写礼拜。阿姐，大家平安。礼拜时间已经到，请咱安静咱的心。
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搁救赎伊的子民。伊对伊的仆人大卫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开力的拯救者。圣诗，请咱三角来吟诗而乐。圣诗第296首，哈利路亚！请兄弟起立吟全首。唱4遍。大家愿徛地，做伙共读使徒圣经，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信心道体，对圣妻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利拉岛入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神，信过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最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请坐。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7篇。伫圣诗的后面1047面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引。着称赞上主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。上主统合万国，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？伊对真爱提拔善车人，互因甲贵族排做伙。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大家庭，着称赞上主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一生稳定的路，是阮的帮赞，是阮的拯救。万民拢要来敬拜你。应要高举你的圣名，阮为着阮所犯的罪过，向你祈求，求你来赦免，求你赐予阮力量，互阮会当离开一切的罪恶，愿信心来引带阮，互阮伫你的人民中性命活生，搁较亲近你。阮为着台湾即块土地祈求，求你保守台湾的民主制度，互执政者有智慧，政党之间减少冲突，赐平安伫即块土地。
亲爱的上帝，阮学了你，你是历史的主宰，阮为着牧师忠直同工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坚固服侍的团队，建立合神旨意的教会。阮也求你医治身躯白痛、软弱的兄弟，帮助因靠着主心内有力量甲愿望，坚固因的信心，领受你的丰盛的恩典。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求你保守阮的心灵，伫无用的时有安息，伫压力中有愿望，互阮学习谦卑，愿阮的生活拢会当成做见证，荣耀你的名。阮的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圣经，咱来看上帝的话，出埃及记第2章11、19、25节。现代中英译本第50页，现代台语译本是107页。后来，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，看到因在做苦工，佮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拍希伯来人。摩西看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刷甲伊砍地。隔日，摩西佮出去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伊对迄个无理的讲：“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”迄个人讲：“啥人派你做首领来审判阮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”摩西惊一条，想讲：即个代志人一定知啦。埃及王听到即个代志，要杀摩西。摩西闪避，埃及王走去米甸，住伫遐。有一日，摩西坐伫井边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。因来抢水，甲水槽倒甜，要互因老爸的羊群啉。有各样的来，甲因赶走。摩西就起来甲因解救，互因的羊群啉水。因转来，因老爸也伫落遐。因老爸讲：“今仔日恁哪会遐早就倒来？”因应讲：“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，甲遐个欺负阮的各样的赶走，甚至。”佮抢水，互羊群啉。老爸对因的查某囝讲：“迄个人伫倒位？你是安怎甲伊放伫遐？去请伊来做伙食饭。”摩西接受邀请，欢喜甲亚德罗住做伙。亚德罗将伊的查某囝西波拉嫁互摩西。西波拉生一个后生，摩西甲伊号名叫做吉顺，讲：“我嫁居伫外邦。”几若年后，埃及王死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，逃开埃及，因做苦工埃及的声透到上帝遐。上帝听到因海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。圣经以上，学了咱请圣歌队。
敬道，即时请吴牧师来敬道第8美殿流浪记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愿上帝甲咱做伙伫地。即时我要邀请咱大家，实际上即摆个是新年的期间，对台湾人来讲，所以我要邀请你，附近的兄弟姊妹，甲伊拜一个暗年上时嘛，有上帝。求上帝互相的祝福，所以要请咱徛起来吼，会当徛起来，咱附近的兄弟姊妹讲，上帝祝福你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带领，互阮会当徛起伫你所为阮备办的厝体内底，阮做伙来敬拜你。主，愿阮所伫的所在，就是上帝要祝福临到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阮知影上帝你要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咱夫妻祝福带领，不管阮兄弟姊妹。伫新年期间去到倒位，甚至现在有可能搁伫路上，总是求上帝特别扶持引带，互众兄弟姊妹愿意听见你的声音，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甲平安。主愿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新阿家某有真敏感来观察到出埃及记的过程。这个目前是伫耶鲁大学内底做神学教授。伊讲出埃及记就是描述上帝要伫这个世界、这个世间起造伊的家的起点。当一个毋捌约瑟的埃及王上位。法老其实就是埃及王的称号。法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，埃及的意思，就叫做大宫殿。法老家己看家己做神，上时有最野心，所以地教互伊的宫殿变做一个奴隶的家。伊所互一群人变做奴隶，这群人是原本来到埃及掠做找到家己的家的一群人，总是当伫掌权者有一个病态的想象了后，原本好徛起的所在，随时就变做苦难、奴役、残忍、压迫的所在。这群人随时活伫一个失去因家己家、因的家庭、因的家的世界，
过一个无家的生活，所以因需要有一个出口。其实这嘛是出来自原文的意思，叫做出口，就是出路。因需要有一个出口去找到一个家。家庭是啥物？家庭是咱的避难所。实际上，咱所有的人拢深深受到家庭的影响。伫家庭的内底，咱会拍开咱家己，温存咱人伫中间成长以及改变。伫家庭的内底，咱会渴望互相有连结，彼此有归属，这叫家庭。然后，一个家庭也是起着咱内心的疼甲信任上开始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假使若有一个找无家己的家庭，就是伫家庭内底受伤的人，因甚至会用扭曲的生命观来活，就亲像咱读到今仔日所读到这个大汉了后的摩西。出埃及记第2章1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后来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，看到因在做苦工，佮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拍希伯来人。摩西大汉，那安尼即时伊几岁？照司提反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23节所讲，摩西即时是来做伙来读来，摩西满40岁的时，所以这个时间叫做摩西40岁。40其实是照犹太人的传统理解一个生命的阶段，听有意思吼。40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咧了解这个生命的一个完整的阶段。讲故事的人咧对咱讲，伊对王会嫁出去看希伯来的这个兄弟。现代中文译本真准确将这节摩西两遍的看来翻译出来，用来表达摩西毋是凊彩看看的，这一节有两个看，表示啥物货？事实上，摩西毋是凊彩看看，伊是真正关心。司提反咧形容伫埃及王的家所大汉的摩西是啥物款的情形？使徒行传第7章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受栽培学习埃及一切的智慧，讲话做代志拢有才能。甲司提反差不多同时代写犹太古史的约瑟夫，当时的历史学者是安尼讲，伊写伫犹太古史内底咧描述少年的摩西。伊讲少年的摩西，迄时担任的是埃及的将军，伊带领军队攻击伫埃及较南西的所在有一个国家叫做埃提阿伯，古早的称作，后来称作古实的这个国家，将因的首都来拍入去，上时也带迄个国王的查某囝，这是约瑟夫差不多同时代，甲司提反差不多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少年的摩西。总是圣经其实并无对咱记载这段历史，表示摩西伫王宫内底经历甲伊的所学，所以表示人过去有偌车赢、偌辉煌的过去，不过就是一段生命阶段甲经历尔。这毋是上帝所看重的。
出埃及记第2章12节，结果上帝既然看中摩西的这段经历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看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刷甲伊砍地。当时的埃及人看其他的族群是厝顶，甚至毋是人，甚至毋是人。所以，若有人杀埃及人，伊的结局一定是死。摩西伫享受特权的这个埃及王的宫中来大汉，圣经并无表示讲摩西只是想要做希伯来人，伊只是出去看、出去关心，然后咧，当伊看见一个希伯来的奴隶互人拍，伊就出对受气。人民来动手，伊若家己想讲家己是埃及的王主，上时享受这的权利，其实王主拍死一个埃及人，无算啥物。总是摩西已经出去啊，伊就真歹回头。出埃及记第2章13节到14节，A 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隔日，摩西搁出去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伊对迄个无理的讲：“啊，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”迄个人讲：“啥人派你做首领来审判官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”所以，这敢若亲像司提反日后安尼诠释即时的摩西。司提反是安尼讲，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2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想讲，家己的兄弟会了解上帝要用伊的手来解救因，毋过因无了解。所以一开始，摩西因为气着。家己掠做是上帝爱伊出手，所以当伊想讲，我会当来主持公道的时阵，颠倒引起同胞的支持，甚至质疑。然后摩西即时会拄到的情形嘛，有个日后，伊真正成做即群人的首领，伊真正成做即群人的审判官的时阵，是偌歹做。所以，咱就知影讲，要做一群人的首领，无遐尼简单。出埃及记第2章14节尾到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圣经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行一条，想讲这个代志人一定知啦。埃及王听到这个代志，要杀摩西。摩西闪避埃及王，走去米甸，待伫遐。迄个希伯来人拒绝摩西，佮提醒伊讲：你想讲你前一工所做，就会当管辖我。这就互摩西行一条原本掠做伊暗仔做，无人知。结果无想到，若开始有人知影这个代志的时阵，伊的两边毋是人啦，对无？伊的两边毋是人。然后法老怎样理解摩西，咱无啥清楚，总是圣经只有短短一句，讲王的反应。这个王的反应应该是认定摩西已经叛变，但是反叛，无过是伊将来伊的查某囝的囝，所以伊才想要杀摩西，毋是误杀误杀一个埃及人遐尼简单。虽然嘛，学者认为讲有可能，这个法老早就想要杀摩西啊。所以不管安怎，摩西随时就对王子变做逃犯，对吧？伊的身份本来是王子呢，随时变逃犯呢。伊逃走就去到米甸的这个所在。而米甸伫底，来咱看这个。咱看彩色这条就好。
伊原底是住伫这个所在，然后伊就走对吧？走到遮，遮去个米甸，安尼看有吼？啊，遮偌远，遮偌远，咱知影，这地图看起来足近的对吧？这偌远，至少超过1600公里，直线直线距离，至少超过1600公里，就是差不多1000英里遐尼远。啊，所以就真侪人咧约，啊，到底是咱真正走去遐？啊，摩西倒有法度走去遐？这若毋是真正有计划，真歹走去遐，咱哪知影吼？这若毋是真正有计划，咱真歹会当走遐远。古早人吼，无遐简单，因为这中间有真侪旷野搁沙漠。总是圣经只有逐人讲一句话，就是伊走去啊。至少爱行超过2个月啦，有可能人咧讲有可能爱照当时吼，至少爱行超过2个月，啊，搁爱准备好势，因为伫沙漠内底也无通食，也无水，啊，伊要安去？好，不要紧吼，当然有真侪讨论，有人咧讨论讲即日。米甸即日有可能是伫迄个非洲的另外一个所在吼，总是不管安怎，照圣经的记载，米甸人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记载伫创世纪25章第1节到第2节。后来米甸的即群人就成做半游牧民族加城里人，因有真有可能世界就伫迄个。世界安尼行，所以约瑟的兄哥就是将约瑟卖互米甸的城里人。记载伫创世纪37章28节。出来记第2章的16节到17节是安尼讲，做伙，所以这时摩西已经伫米甸啦吼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有一日，摩西坐伫井边。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，因来抢水，甲水槽倒甜，要互因老爸的羊群啉。有各样的来，甲因赶走。摩西就起来，甲因解救，互因的羊群啉水。有学者认为，当时游牧民族内底社群内底，通常只有厝内底无查甫的，才有可能有查某囡仔出去雇羊，听有意思吼？看起来米甸祭司的查某囝就是安尼，改成是安尼吼，就是厝内底无这后壁咱读着就知影讲是安怎爱有查甫的出去，是爱有查甫的雇羊啦吼。出来记第2章18节到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转来，因老爸也得落遐。因老爸讲：今仔日恁若遐早就转来。因应讲：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，甲遐欺负阮的各样的赶走，甚至搁抢水互羊群啉。所以，迄个查某囡仔迄时出去会去互欺负啦，对嘛吼？简单来讲是安，咱有读着，所以是安怎？是因为厝内底无查甫的，害查某囡仔出去。18节应该翻译做因转来到老爸流儿的遐。所以伫这段经节内底，其实咱读到米甸祭司其实有2个名，原文其实是2个名。叶得罗意思就是伊。真富裕，所以有神学家主张讲，这是牛奶的头衔，就是好野人的意思。然后牛奶是伊的名，但是牛奶
原文的意思是上帝的朋友，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甲近代真侪译本的翻译者认为，这才是伊的头衔啦吼，这是伊的头衔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的名叫做叶德罗，然后是上帝的朋友。头衔啦吼，伊的头衔叫做上帝的朋友。真无简单诶，人啦摕迄个美籍出来讲，伊的头衔内底讲有一个上帝朋友，真无简单对无？这叶德罗就叫做上帝朋友啦，吼。好，不管安怎，即7个祭司的查某囝应该是时常去互欺负，所以因真早倒来，所以真无正常。通常咱爱知影另外一项代志，就是出外人通常会避免去卷入当地的是非，对嘛吼？咱若读到就知影摩西是出外人，对无？伊一个去到迄个所在，照讲出外人袂凊彩就出手，结果摩西既然出手，佮帮助因，互因的羊啉水，可见摩西原本的性格甲个性。伊的庄脚是埃及人，咱爱知影埃及人当时是全世界迄时的世界的优势民族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亲像古早的罗马帝国同款。所以嘛有可能因为伊的庄脚是埃及人的原因，所以其他各样的人唔敢惹伊，所以就互伊赶走。出埃及记第2章的20到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老爸对伊的查某囝讲：，迄个人伫倒位？恁是安怎甲伊放伫遐？去请伊来做伙食饭。摩西接受邀请，欢喜甲叶德罗带做伙。叶德罗将伊的查某囝西坡拉嫁互摩西。西坡拉原文的意思是细只鸟啊，所以咱会当想象可能是细粒子，吼，细粒子，西坡拉。总是圣经并无真清楚、详细地描述摩西甲西坡拉结婚的情形。结果摩西去互请食饭，煞趁到一个某。圣经无真清楚来描述这个细节。总是伊到底是红招还是结婚娶一个某，唔知影。当时就有即款的咧，不止台湾吼。当时伫真古早的时代，就有红招即项代志啊。所以唔通想讲只有台湾有尔吼。其实迄个所在嘛是安尼哦，就亲像一个家庭若无查甫人。有可能就会爱招一个囝婿哦，咱听有意思吼，就亲像台湾的习俗同款，真有可能。所以总是真正并无讲真详细，到底摩西是红招还是娶一个某，唔知。总是照这的描述真亲像红招呢，对吧？伊就住伫因兜。摩西是住伫伊兜哦，吼，所以是真亲像红招。所以对一个埃及的逃犯来讲，摩西流浪去到米甸，这时亲像找到家己的家，上时嘛建立家己的家庭啊。所以出埃及第2章20、2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西坡拉生一个后生，摩西家号名叫做吉顺。讲我寄居伫外邦，吉顺的名对希伯来文出来，叫做伫遐甲寄居的，或是有一个动词叫做赶出，拢有咧讲摩西的心情。摩西确实是互人赶出，嘛是寄居甲寄卡的人。伊表达一种住伫异乡。
将异乡当作故乡的人的心情。不管伊伫埃及王的宫殿内底，或是伊所认同的同胞内底，伊拢亲像一个互人拜图伫外口的架骹的人。只有到这个所在，伊真正有家己的家。真侪人咧传说摩西的少年时阵的说我讲，迄时的伊是要证明家己会使。上帝意思是爱伊去旷野去学家己袂使，自己不能哦，我能哦，自己不能。这种讲法我认为上过头简单，因为对摩西出世了，伊的性命得到活落来，保全就是一种幸运 lucky， 总是也是这种幸福。还是幸运，互伊一开始就住伫迄个边界内底，因为伊是一个住伫埃及皇宫内底的以色列人。咱爱知影，一个人无可能是埃及的王子，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奴隶，无可能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伊一个出世以及到伊大汉的这个过程，就是有充满侪的矛盾。一个人若要真正成长，找到家己的家，就无可能无去面对这款矛盾的情形。摩西成长对第一天开始，伊就扮演要救人的迄款的角色，总是伫埃及，伊想要救人，却拄着家己同胞的拒绝，甲法老的对杀，颠倒伫米甸伊的热心，伊的热得到接纳。摩西也因为安尼，伫米甸内底找到家，建立家己的家庭。虽然一开始亲像要救人，总是其实是伊互这家来救，但毋是咧。总是这就是摩西的旷野。这个旷野偌侪冬，40冬。照圣经的记载，这个旷野偌久，40冬。总是虽然这就是摩西的旷野，总是伫旷野，咱才会当真正拄着上帝，真特别哦！伫圣经内底就是安尼。出埃及记第2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几啊年后，埃及王死。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讨开哀求，因做苦工哀求的声透到上帝遐。原文第一句叫做“过真久的时日”，迄个想要杀摩西的法老死。伫古埃及内底，一个新的王拿坐位通常的大赦免，所以摩西应该得到赦免。这个根据咱参考出来，记第4章的19节。总是以色列人的生活由原无得到改善。经文只有讲因害惨啊，或哀求，或是讨开。新约家对咱讲，原文是咧描述这群人只是拄着苦的事，拄着压迫的事，伫遐害惨，并毋是毋是呼求上帝哦。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加英文译本，现代中文译本主要参考是 Good News Bible， 所以 Good News Bible 直接就来翻译讲因对上帝祈祷，其实无哦，原文其实无安尼表达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这群当年受苦的人已经完全放袂记因的祖先捌甲上帝立约。所以这是一群什么人？这是一群完全甲上帝袂记的人，伫遐害惨。总是上帝并无袂记因。所以咱读到这段经节上尾，
出埃及记第2章24到2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听到因海惨的声，就想起以加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。伫几段这个23到25节，原文内底以色列人有4摆的海惨、土溃甲哀哭。总是上帝关心嘛，伫遮用4个动词，叫做听见、想起、看见、关心。这个现代台语的译本是安尼翻译，所以上帝嘛用4个动词来回应。咱来知影，当摩西流浪去到米甸，到上帝伫旷野中对伊的呼召，司提反讲，这个期间叫做40年。摩西伫旷野40年，然后这群人，即摆阁袂当称因做以色列人。这群放袂记上帝的人，因伫埃及受苦搁较侪，因为即群人照圣经的记载讲，因伫埃及400冬，400年。这对人来看，亲像真长的暗暝，亲像完全等无机会，甚至因为400年，讲这叫做过来的世代，上帝才开始伊的计划。所以，咱就挡袂牢会问讲，是安怎？咱来知影，伫黑暗苦难中的人，拢无法度了解上帝的时间表。咱拢会问讲，上帝啊，是安怎才会代志会发生？上帝啊，才会要到伫时呢？上帝啊，你太无伸手来救赎咧！上帝的回应往往互人着急，然后伊回应的时间有时常比咱较慢，无亲像人，就亲像摩西共款。摩西看到同胞受苦，随时就出手，总是上帝爱伊，搁等40年。这就亲像先知所讲的代志，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讲：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。John Osman 这位德国人，埃及的出名的神学家、宗教学者，伊安尼写：伊讲，无震动的苦难就袂有出埃及记。无出埃及记，就无全新的神圣特殊。伫这个新的特殊内底，上帝甲宇宙、人类、个体甲社会中间的关系，会彻底互人改变。对过去、现在到未来，拢带来影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出埃及记特别的所在，毋是以色列人受苦。因为真歹势，以色列人即时受的苦，伫历史伫别个民族内底，嘛有拄着同款的苦难。总是出埃及记特别的所在，是迄位会当嘛确实出手来面对苦难，迄位上帝的回应。就亲像1982年有一出真出名的电影叫做《E.T. 外星人》。1982年吼，足够早以前啊。E.T. 外星人，迄个囡仔要帮 E.T. 找回去的路。咱知影 E.T. 就是安尼啊吼，规出电影就是安尼尔。
要帮这个外星人，因为外星人讲伊指迄个天空，然后讲吼，我要放，我要转去厝。所以这个囡仔，所以这出电影上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囡仔咧帮这个 ET 找流浪来到地球的 ET， 转去家己的厝。其实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嘛是福音呢。这就叫做福音。福音的开咱，是因为上帝记得咱，就是伫咱将伊完全放袂记一个时阵，伊犹原记得咱，伊愿意落来，伫咱这个破碎、受到最苦难的世界内底，甲咱做伙受苦，要互所有流浪的人找到家己的家。愿你甲我会当真正转来到伊的家，就亲像这段过年的期间，咱拢伫厝内底，甲厝内底的人，甲咱所听的人做伙组织共款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听阮，你知影就是阮将你放袂去尽，阮知影你犹原记得阮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会记得你就是迄位要甲阮立约的主，帮助阮伫阮的生命内底，当阮甲你立约的时，求你提醒阮，毋是凭家己的意气甲意志，是凭你的话甲活命来活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。大家来吟信息回应信息第613首。第613首，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期，请兄姐起立吟全首。心平安。
奉献，咱请林富雄、陈柏炎两位技师来书献。起立，吟奉献的诗。迎这三角鸭头来祈祷，至圣的天父，阮满心感谢俄罗你，伫你看顾祝福，稳定下面，阮平安过一年。嘛感谢你，阮这个福分甲机会，搁一届到第年来敬拜俄罗你。这时，阮奉献淡薄金钱，为教会事工所用，求主感纳，祈祷奉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请坐。请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读一摆，请兄弟来读两摆。上帝听到因海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。出埃及记2章24节到25节，请。上帝听到因海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。出埃及记2章24节到25节。上帝听到因海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伊。出埃及记2章24节到25节。请掀开周报的第一页甲第二页。第一页是周间的聚会，甲主日学聚会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，请兄弟家己来看注意家己的事项。第二页奉献的明细老丁达，请往办公室来更正。请兄弟掀开第三页消息的报告。下主日是妇女事工部的纪念主日，请咱为着妇女事工来关心甲代祷。3月份伫月的中日，长老是穆桂英，执事台语长是黄祖辉，华语长是黄腾义。第3月份定期的中执会，伫中昼12点半，伫701
式召开，请各部伫拜五中昼进前，将报告交到办公室来回诊。中一会后散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，葛兆新牧师敬德甲培灵会邀请中级甲兄弟来踊跃参加。3月7拜六下晡2点，中级东港的造就训练会。3月8台语的礼拜甲华语的礼拜是培灵会，下晡1点是敬拜俄勒的专题。第二，115年第一届的立学金的申请，请要申請的同学会使将成绩单的影印本甲相关的文件交到6楼的办公室，伫3月29日截止。第三，咱6楼的碗柜要整理吼。然后要重新来规划，请有放个人碗池的兄弟到6楼的副堂来认领。若超过时间呢，要由教会来统一处理。第四，好好读经，好好读圣经的查经班，是要读约翰福音。这是实体的实体的上课。讲师是王文印老师时间是3月3到9月1下晡的3点到5点半，隔周二上课有13个堂，有13堂地点是咱教会7控夜室。教会的消息，教界的消息，伫中2026年教会中级东港的训练的课程日期甲讲师，请咱兄弟家己来看。时间是8点半到12点，地点是伫新德教会。才有其他的消息补充报告，就是请兄弟注意，伫东门国小会停车到12点半尔请老停车的兄弟会记得甲车开走。才有一个迄个听教会行动的回馈单这是教会行政部这是放伫咱4楼的电梯的入口电梯内底嘛有迄个会使来扫 QR code 那请兄弟踊跃来填写。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来补充报告几项葛兆新牧师其实是过去伫咱教会实习的神学生，所以对旧年140周年的时阵，阮就有意思想讲要邀请伊转来做陪灵。总是旧年伊的时间拢排满，所以才会排到嘛是共款，就是咱有诚意要邀请伊，所以今年传道部其实有特别会邀请咱教会出身的神学生，以及今年有一个真特别的时间，就是3月第2礼拜的拜六礼拜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来会使，咱嘛会当做伙来参与。下晡是一个陪谈的训练，当然这是要甲咱今年传福音的行动有关系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嘛做伙来，然后咱伫3月8号的早起是第2礼拜以及第2场的华语礼拜中。拢是请葛兆新牧师来做陪灵，愿上帝帮助扶持。葛兆新牧师目前伫屏东和平长老教会咧牧会已经真久，所以伊大概是伊对传道书传道书伫台东传了后，就转去到家己的母会和平教会，所以有做伫和平教会内底有做真好的事工。所以，咱伫3月第2礼拜，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为着这个陪灵、这个正道来祈祷，愿上帝帮助扶持，互咱众兄弟姊妹透过这个陪灵，真正有上帝圣神甲咱做伙伫地。这头一项要补充报告的，第二项就是要邀请咱大家来好好读圣经，所以要特别邀请咱大家来报名，因为这是一个实体的上课。伫这个疫情了后，疫情期间，教会就较规划迄个伫线顶的圣经课程，
总是实体课程嘛会让对今年开始慢慢来开课，所以王文英老师也有甲我参详，目前虽然已经毕业，对台湾神学院神学硕士毕业，会做伙读约翰福音，就是伊的论文内底的一部分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读约翰福音，透过伊的分享甲研究，我相信互咱会让定心来看福音书，特别是约翰福音这本第4、第3福音书的内容。愿上帝帮咱扶持，甲咱做伙伫地，所以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做这项代志。上尾就是伫新年期间，阮有特别邀请兄弟姊妹翕相，或是翕影片。阮有收到1-2位厝内底，阮嘛有翕。总是若过新年期间，咱其实会当免搁讲新年恭喜。总是阮要持续来收集厝内底。做伙时阵，厝内底兄弟姊妹、囡仔做伙时阵会食的影片，我们要透过这个收集影片来收集真多，咱这嘛是做140周年的特刊的另外一个部分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，虽然免搁录迄个新年恭喜啦，吼免，总是要请大家持续来录，然后我会持续过一段时间，就将有录起来的影片吼。伫报告的时阵放互大家，放的过程嘛，请大家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，吼，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今年透过这个庆生，或是这个祈祷，互咱的教会更较亲像，更较侪亲像一个家庭，一个家。祝福册刊信息第400首，信息第400首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请起立金泉手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你心的安宁，家的花养主的跳堂，亲像灯来我水，希望有暗暝看见。主的光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你啥所在，愿主赐你心的安宁，家里花养主的跳堂，亲像灯来我水，对梦有暗暝看见主的光。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
田甲木岛。请咱互相请安，行平安礼。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